所有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了》，我係 Rita 林玉婷。Rita 用音樂音樂角度來看冇共樣嘅樂器，我知道佢哋有冇共樣嘅性格啦、特質。喺節目嘅節目當中 ，Rita 會介紹一種有靈巧、有當到變化。韓國呢，呢種樂器我知道佢當用音性，因為要用音階器來判來演奏嘅嗬。呢係陶笛，呢種樂器呢 ，Rita 是接觸過，我知道當先是當學教，咁講用把音教到考，教到上手，當厲害，解釋一門非常專業嘅藝術功課了，因為非常歡喜邀請到南台灣陶笛藝術發展協會嘅理事長莊延新理事長，嚟同大家好好來分享，今日係 Rita 主動嘅向前哦。Hello， 理事長你好，歡迎。大家好，我係莊延新。大家好。哇，歡迎先生，今日先生你可以說，你用陶笛噴出，從你講話嘅上呢，很從你講話嘅上音嘛。這是陶笛嘅仿生法。哦，所以我家下亦可以講嘅是講，我知道陶笛佢當用音性，因為你講樂器用音嘅氣昂噴落去，是要音嘅靈魂嘅感覺要吹落去，就叫要做得從音講話嘅上，安心去呢。咁自家像先生家下小行那呢一種係算係一般你不是看得到係啊？你再點半大家看嗎？呢是一般要啥好平常看得到嘅叫六孔陶笛。我係挑簽五隻。比如講佢千百以外哈，佢要有4隻孔，是按指法有產生音階嘅，你指法孔，你後背千百有4隻，後背有2隻，所以加起來有6隻，所以佢是按到6孔陶笛咁樣。咁你哪係試隻係咩？2隻手，十個來，你嘅手指公愛用輕量後背咧2隻。錯，後背嗰2隻是用你嘅拇指以外愛用你撈佢輕量咁樣。前背呢？前背咧4隻是用食指，然後中指，以這6個手指頭來就是做它的音階的發音，這樣子，也是按用音啦。咁先生，你嘅陶笛係係有所謂調性嘅變化，錯嗎？從你嘅手紅那一啲什麼嘅調？我哋那一隻叫降 B 大調，降 B 調，一般按通用誒，攏 C 調好多啦。C 調可以是，某時 G 調到 F 調咧3種是好通用嘅。好通用是講大家唱歌啊，全部男上呀、女上全部 full 嘅到啊樣。錯，意思比如講啱曬教學生嘅要啊，大家係統一嘛，所以大部分用 C 調來做統一，咁樣教學，咁樣好多，咁樣。好簡單，唔是嘛個升降記號，咁樣。噴歌嗰時冇會停啊，噴歌是看你歌曲上嚟詮釋用扮演嘅感覺，你可能是用不同嘅調性來詮釋佢咁樣。咁先生係講用底下那咧降 B 調，咁嘅咧陶笛。佢做得咧模仿默解上音，咁很好易講話嘛。咁做得講埋其他動物啊，埋鳥啊、鴨啊，又係默解上。譬如講6孔陶笛衝下會模仿本小朋友彈嘅，要啊你大家彈很強那個東西啊。好，我嚟彈。好啦。蛇時啫，我生卵了。冇卡要學解嘅啦，你啊，是蛇時嘅是創下糖解碼了啊，你塗個蛇解子了啊，個食東西，佢成日咁樣，啊依個生卵佢生卵，佢是咁樣啦。你好會很強哦。好正經啊！所以我噴出來啱嘅上，其實自家對啱嘅上音其實係一了解，然後做啲調光樂器就個噴出來。所以你係對佢嘅上嘅音調高低還有佢嘅頻率嘅話你是差唔多抓到一個
大概一个9分像这样的感觉，样做得仲啱嘅好。但先生，你家下那咧係6孔頭地，啊6隻孔嘅，係一般你不是看到，佢咁要其他嘅，因為喺看像頭地要當到冇窮樣嘅顯體，韓國生嘅冇乜窮樣。譬如講，嗰啲就其實頭地動多種啊，譬如講嗰啲杯兒錯嘛？係啊，杯兒。你喺啉咖啡用嘅杯兒，可是嗰啲杯兒基本係頭地。啊？我講，我就是一個低音的頭地吼，低音的頭地吸掉哦，正吸掉吼，其實都在平常都在喝咖啡、喝牛奶哦，真是咯。真是。你用把音共鳴，佢會流水咩？伊咧其實一種特殊的設計，做兩層呐，你兩層之間吼，其實只空間吼，有利用佢咧只空間就話吼，其實都在產生聲音出來，咁樣只是說它的空間比較小，比較窄，比較小咁樣啦，這起碼是一個算起來2014年金牌獎的設計，聽講是法國嘿。那是叫金牌獎嘅設計。你很讚喎，懂得啲買來收藏，又做在哪裏用，又做在哪裏認證。你認證是在音發到，上音係從哪回來嘅？錯，而且它是一選誒演奏陶笛哈，一般這種玩賞用嘅琴，它是實際上是真的有音準，然後它可以產生正確的音階，然後可以演奏。認證起來後，你收音呐，上來咪以後仲拗嗬，因為它夠大嘛。錯，起碼要4家嘅，要台家要4家。哇，很想去買哦。我整件好。係啊，咁還有哪啲其他？你平常時看係看唔到嘅？好看唔到嘅，譬如講你介紹你種係叫按到副管陶笛。副管係2隻管嘅意思嗎？副管是可以用2管以上嘅。一般按照陶笛是一隻共鳴腔，所以這個是一個音群，而它的音域就是一個音群那樣嘅。佢哋從嗰啲係4管，就4隻管，它就有4個共鳴腔，那分別是用不同的音群出來，也是組合在一起，所以它的音域是變得動寬，就比如講它的最低音是，比如說。中央哆的低音的拉，從嘛哈，佢都一直噴到3個8度的哆，所以它有3個8度的寬度，這麼寬，就差不多繞一隻小提琴，繞一隻長笛的音域咯，差不多啊。都厲害，先生做得同你示範一下嗎？哦，譬如講，當上我哋彈機係用咩？因為一般可以揸空調。我那漢語機哈，因為佢青花瓷哈，看來將個反射哈好看冇空，咁樣看空是空，好清楚，咁樣哈。從幾陣時就講咗嘛哈，幾陣時講其實對呢隻喉，你話好呀，對呢隻喉。佢天二隻空哈，天空是對中間呢邊上，中間呢邊上。好，你第3隻喉，你是3管嘅啦哈，你是呢哈，第3管，其實對呢隻對呢邊上，所以其實3隻音群。加起來咁樣，我做下試下。這是所以它的音群就很寬廣，音域寬廣，你會使到底噴的歌是別動到咁樣。唱呢？而且佢一動好搞嘅地方是，你看哈，譬如講你2管嘅話，你按2管錯嘛？你2管可以同下噴，所以。你狂下噴的聲音是都會比和聲啊，比如咁樣。你是會彈到很有一隻和聲的上的感，所以佢對演奏陶笛的時間，佢是會變到佢有動作方式，所以佢就變好豐富咁樣。所以陶笛按上來未做得自家嚟做科上呢，做得做科獻的呢？其實係做得啦，因為那副管陶笛的時間是。都得根據你的特性就話哈，因此都會在某一些曲子的段落或每一個句子，某一些句子裡面去走呢一種和聲的東西。哇，很好搞哦！先生，家下你看你來演奏嘅時間都係2技術嘛，
安用因哪咧？哦，安用因喷。你个听讲係講當厲害嘅，是做得用一記手是做喺噴頭底咧。哦，該一記手噴頭底唔係厲害啦，嗰是講好，嗰是講透過該佢是搞頭底㗎，因為透過搞六孔頭底哦，啊個六孔頭底。因為佢頭底嘅原理係咁樣啦，哈，你可以當到控蟲，其實佢嘅意思是咁樣講，你控制到、變得到嘅時間，你話哈，佢音是越高，哦，你控係輕好多，佢音是變好大，咁樣哦，所以呢，你譬如講喺指法是講本佢較標準個，咁樣噴出來嘅音係譬如那個音，咁樣哦，可是呢，實際上你到底哈。唔是透過呢種嘅方式嘛，都在搞頭底。哦，我從下會讓小朋友搞呢個遊戲，啊，譬如講，我噴一隻好簡單嘅歌咧，好。從簡單的小星星就話哈，哦，咁多歌唱就在咁樣噴啦，哦，看來小才冇聽通誒，還厲害哦。你唱嘅幅度就話哈，唔係講動態啦，哦，除非講嘢音高嘅落差好大些，你嘅手勢變好快對吧？哦，了解咧。所以呢，頭底變化實在非常介多，但家下你請大家聊一下多種咧技術咧，同誒你嘅歷史中同大家紹介哦。歡迎所有好朋友轉到福喜來咧，我係 Rita 林玉婷。今日呢個節目啊，讓大家分享頭底呢種樂器呢，我知道台灣社之前當好來接觸啊，家下呢個歷史中沒有少改嘅啲頭底，哇，又單管又複管又冇強用嘅跳，我就非常好搞啊！撒下來呢技術來分享呢個延伸歷史中技術同大家來分享哦。Hello， 歷史長，大家好。先生，我知道吼，你咪係相當特別嘅，因為呢，原來你本來唔係來做音樂嘅，你係武術先生，吼，你啊宣傳到吼，係咯，你本來知道嘅頭底吼，實在很臭哦，很電影哦，你係有冇變做安愛呢？來做推廣嘅？其實因為我接觸頭底哦，差不多20年前嘅事情啦。哦，啊，20年前的頭底講實在尾是唔係講當認準啊，吼，然後嘅上吼唔係講正經當好啊樣嘢啦，所以我提擺談多嘅時間，我是試講，有冇有上岸冇個個冇個月嗰種嘅感覺啊樣嘢，所以我是當好奇看一下咧那個東西啊樣嘢，哦，所以其實對頭底是有比較第一嘅印象係咁樣。哦，第一印象唔係當好呢，係冇？像比如我講噴起來糖起來肥片，該上映拜，跟乃是開始本一自家開始就講，喲，頭底1 cm哦，我嚟研究哦。哦，嗰時講，因為我教武術嘅時間吼，我係嘛到學校，嘛係到嘅國小練教武術啦，哦。包括我離開個行業以後，我是在想講，你還用個東西，來對學生來學習吼，好方便吼，咁樣，我是想到呢頭底呢個東西，我想，呢頭底吼，佢係認準吼，到佢上腦也變好聽，其實變到一隻當方便嘅學習嘅隻樂器咁樣，所以我是有啲咁樣嘅念頭之後，我是簽一隻先生，我是問佢啊，問佢講，請問先生，你有辦法做一隻吼上好將吼又音準好好嘅個頭底來用麼啦？就是講，有啊，佢當在個研發當中咁樣嘅。
哦，所以我是讲好啊，你係到底做出來吼，我是吼讓你全部賣下來，吼，我是來，我是講我來學教吼，來推廣陶笛那種嘅東西啊面啦。所以我而家緣起是大概是安樣嘅念頭啊樣。我知道是在當特別吼，因為一個做武術嘅人吼，一個變到噴陶笛，有人講一隻係武，一隻係文，像當冇強樣。咁你睇自家係簽先生，你買來做推廣，你自家開始噴嘅時節，你敢想當容易？我唔知咧，推廣昂一啲啊，是講佢到佢隻陶笛做好了吼，做好之後我是得該試啦。嗰時當日差不多噴差不多5點鐘到8點鐘啊，咁樣咯。哦，當日噴，哦，我是當日教到我知道講，原來噴啲係陶笛嘅話，吼，基本都懂啊個問題，用把煙學，按樣噴出來聲又會好聽，按用把煙用又會好夾是學起來，按樣我是開始寫起一隻教案寫出來，按樣然後是開始去到學校去教呢啲東西咧。所以先生你當有熱情咧，上去教學生啊，上去本先生像先生嘅信號嗬，本學生看到咧學習嘅熱情，喺本小朋友已拿到，因為一噴是要上練，十個練，你上為金噴金獎，本身要有信心。錯。所以先生就主要是透過吼教時間吼，嘛係用呢度學教練教陶笛，唔過其實全部是教緊塑膠嘅呢啲啊，吼。好，唔會打爛鐵啦，塑膠唔會打爛鐵。佢有便宜嘛，唔過嗰係上是僅僅是唔好睇。嗰係塑膠上啦。錯，所以我想講，既然你是教陶笛咁麼吼？嗰就係用塑膠嘅東西啦，應該是用陶土做嘅，咁樣正經人嚟算陶笛嘅聲啊樣嘢啦。所以我就家下我是決心是講，我係聽嚟用一種陶土用嘅吼，嚟去學教練推廣係樣嘢，唔可以用塑膠嘅係樣嘢啦。你係讓一種美感嘅培養啦，因為你睇相，你看形體，讓佢就研究起來，解係一種感覺，錯冇？除了感覺，你當實際啦，因為研究出來嘅認識嘅聲音是冇強樣。第二位呢，看到家下先生教學嘅呢啲相片，相當感動，當有發力哦。喺個先生咪帶嚟前度學生要建立一家陶笛嘅重奏團，係冇？喺度獻景。哇！你名啊，讓人好陶醉哦。因為我知道音樂的呢一種嘅東西，係嘛哈，本來是要扮演一種享受，然後可以逃離現實壓力的一種情境啊。所以我當初認為用先進呢一種嘅名啊，後來成立一家呢個樂團嚟。所以談到一浪漫呢，來到先進陶笛重奏團，你是有感覺來到先進，冇俾你當陶醉啊！嗬，你都還要去參加比賽，得到當好嘅成績呢。錯。我喺2017年開始吼，是參加吼喺韓國吼，韓國人要辦國際嘅陶笛大賽。我2017年是土一團去參加。去該團去參加是得到叫啥7重奏嘅最大獎，所以嘅最提供錯。嗰是第一擺推班嘅團隊去到該那一隻最大獎轉來啦。哇！真係中上太鼓勵啦嗬！出國比賽拿到算係大頭名嚟啦，非常精彩。你呢位呢咪邀請所有嘅朋友來看。記得比賽一團樣片哦，真係當精彩哦，你來欣賞一下。
吼，先生，你还演奏陶笛，唔系按起人演奏诶，记得个律动啊，还有随性个变化，你都全部会编排诶。嘿，错，因为我知道，以前吼，大家个学陶笛之话吼，嗰时充满表演嘛，嘿，哦，不过大家表演陶笛的时间吼，全部是替人长长哎呦，替人长哎呦，因喷啊，我是知道讲，既然佢系只音乐的东西，什么哈，你的演奏一些应该你的身体的律动应该系让个音乐哈融在一起一种嗰种的感觉啦，好像按照表演音乐嘛哈，所以我是希望讲我乐团的小朋友哦，乐团的团员以外哈，就是他除了吹奏一种技术的练习以外，还有肢体运动的这种练习嘛，就蛮样。係可能記得哦，聽通無線又到像啲跳舞，搭配記得配嘅音樂，還有嘅設計像本國家團體，他們的音色、他們的和弦、他們的節奏，全部係夾強下，當度好，所以每聲音身體係當好，因為啲配陶笛嘅時節，係講冇度好，可能就差音了。錯啊，所以七重奏呢種嘅演出哈。你也都國際上是上 top 的一種的表演方式嚟樣嘅啦，哦，所以喺國際大賽內底七重奏成功去上去了嘅比賽哦，是動作高手嘅去甲咱比嚟樣嘅，我先生，你一聲音噴陶笛冇咪了不起，兩聲音噴又拍一好高，到七聲音噴、八聲音噴，其實更難度一個呢，因為一聲音、兩聲音就整體，嗰時幾隻曲嗰時就體咧。錯，冇錯，所以你到訓練的時節，感覺兩班應該技巧豐富，幫助了到團員記得做得幾隻很啊火嗨。哦，其實練重奏呢種的東西嘅話，吼，最基本的是佢嘅獨奏的基本吹奏功法，好，就是講你是甲獨奏誒練得好，哦，你獨奏練得好，表示講。啊，比如說你對聲音線條的處理哈，然後你身體的律動已經達到某一個程度了，然後你再跟其他跟你一樣水準的人合控下，安是動作是都得就是大家融合做伙的融合起來安樣嘅啦。所以記得每聲音都係高手，每聲音都係動強以後讓合起來。夾強下以後，還要當重嘢，記得打開耳孔吧。要注意把聲音噴乜嘅，我理下輪動嘅，我嘅 grooving， 我嘅節奏樣板。錯，所以噴重奏嘅東西是不止係彈膝蓋上，嘛係彈劈沙上，哦，大家合起來人都在變做一條歌咁樣。哇，冇簡單，當好教呢。先生喺啲講。你一切投入教學，無論講投擺本嘅做武術嚟教當學生啊，就個咧因為你卓上係嘛，係嗰陣時專做教陶笛，今日教陶笛，真是教出心得，然後喺個培養很多後生人，除了後生人以外，你要突然啲老人家習慣快幾多，突然幾多來噴陶笛，陶冶幾多嘅心情咧啲。係錯。因為陶笛呢種的樂器哈，其實因為透過手指頭到舌頭這兩個為主嘛哈，所以聾人家嘅話哈，去練陶笛其實對佢來講啊哈，是有動作的幫助啦，比如講舌頭的運動，手指頭的運動哈，講還有比如講你輕介按介哆來咪的孔洞之外哈。你是會想辦法去思考什麼哈？它是要訓練你，不應講頭腦是因為比較可以延緩一些講老化的現象啊，然後可以讓你保持一種靈敏度啊，樣樣。對，有兩種嘅幫助。很讚哦！所以大家陶笛咧噴起咧是錯咧。所以咱普馬當到聾人家，高雄啊、屏東啊，我啥教當到聾人家噴
喷头地，有都还有80人岁、90人岁，还得该喷头地的时候。哇，很赞哦！希望先生很用心嘛吼。你了下点解多转了介绍来同你了延伸先生去分享哦。其實有當到嘅挑戰，然後當到嘅突破，還有當到嘅心得，就得同大家來分享哦。歡迎所有好朋友進到富喜來了，我係Rita玉天。今日節目當中嘅大來賓係南台灣陶笛藝術發展協會的理事長鍾元新理事長。大家做得很嘅台新先生，大大的誠意就是他了，是係佢咧。細細朋友先生好，係大家好啊。先生，今日頭先要同你紹介到陶笛，香港要去看一盤。從人界上，從動物界上嗬，我做陶笛實在非常好搞，特別大家強下，台人細子強下來認識咯。香港家講，你噴陶笛嘅時節，聽通嘅數字，聽通嘅頭腦，聽通嘅神嘛，你真正對身體都好誒，對頭腦都好誒。好，該你咪透過今日節目，很難認識台新先生，用百日從你主動和成就而辦到高雄，而來推廣陶笛，和圖安島嘅後生人，教安島嘅時台人啊！哈，來 Rita 來請問先生一個問題哦，我問當家，你咪按當家，好不好？好，請問先生，你噴陶笛嘅時節，有沒有哪一些癖好？聽說做乜嘅，做乜嘅，咩乜嘅，做埋海嘢乜嘅？冇呢，我是動隨性的。動隨性，所以冇特別的。陶笛的音樂就是動隨性，係樣嘅。陶笛是隨性，動自由自在嘅音樂。先生有提到冇？一種樂器嘅特色冇強人嗬，來演奏嘅音樂家，佢會受到樂器互相嘅影響，會帶俾你一種新嘅習慣。會咁樣嗎？係啊，會咁會咁樣嘅。兩個冇嘅感覺咧，我是都其實當生活化嘅東西，是當自然一樣。好，咁請問呢，係講用三隻形容詞來形容你自家，因為用百語來介紹你自家，來講你自家。有問題。有問題，係真係喏。要講俾我聽。三招。哦。應該咁講啊，頭腦係第一張嗬，有問題，頭腦有問題。你係兩張也一張？兩算兩張咧。兩張哦，大哥。兩張。第三張呢？第三張按到眼神，眼神。眼神是講眼嘅際遇啊，呢種。是按眼行到兩年來啊。你頭腦用辦，看來你聰明啊。咁你到底有乜嘅問題咯？像要當到人生故事呢？係喎，像要當到人生故事。當到人是會讓我講，你學田記嘅嗬，你田記設計嘅時間唔好好去做，你有冇咧做到武術呢？嗬，透過教武術噶嚇。係。我們呢兩個人是講，你做田記嘅，就好好田記唔做了咧教陶笛啊咁樣。按讓門嘅樂器嗬，應該教呢啲東西所以咧講坐我頭腦可能有問題啊。做自家好嘅事情應該是當快樂，哎樣嘢。係啊，唔是同其他學生用慢講嗬，做自家最快樂。好啲要推廣哦，嗬，本閒啊都係後生人做啲接觸啊，本喺你台灣嘅陶笛演奏，閒啊上一層樓，非常讚嘅。好，來最尾一題，請問嗬，你第兩題幾多隻陶笛？最少有10隻以上。係你嘅意思係講算唔清楚咧，係冇？差唔多10隻啦，差唔多10隻哦，差唔多有10隻。梗係當生意嘅，梗一隻陶笛，因為你講你係奶油做嘅，嚇，它是陶土做的。剛做起來，你一隻陶笛佢嘅價值，有人講咁咪當貴，最貴你先賣個差唔多幾位數的。
哦，像我底下我是较专用的啦，吼，也是一种叫青花瓷的顶级演奏笛，哦，也是算去最贵的，一支要3.8万啦，哦，哇，台币哦，吼，台币要3.8万。咁又好少咧，冇攞去大爛鐵咧。誒，可是我大爛鐵差唔多5支差唔多，誒5支，誒，有其中有3支就話吼。是學生咧，佢嘛賣愛呢一種嘅頭，結果咧其實有問題，向愛落去修理啊樣嘢啦。結果我冇不小心是落去講壞體去，我是推佢隻線嘅。所以線上你係攞舊機嘅，因為佢係講有問題，整未整唔好，將條特體賣咗線嘅。哦，哇！所以其實。做了藝術之路吼，當然要當冇窮來上演。不過先生我可能做非常嘅歡喜，因為你喺開始自家來寫樂譜，自家來做了伴唱嘅卡拉帶樂，和突然小朋友窮下來認真來錄音呢。錯，因為頭前吼，就愛開始做家吼，你講你係噴頭前，你是伴奏嘛，對吧？所以。你啊，家下伴奏動手啊，你來練琴，你是想辦法。我是該想，按樣伴奏用半音用有伴奏咯。剛開始是琴用半音做伴奏，去學。我們有請一隻老師去學用伴做伴奏，所以我是為伴奏有一隻錄音室，都在做錄音呢種嘅事情啊樣嘢啦。咁嘢聽講，你係寫重奏。市面上陶笛的重奏的鋪有當少啊，吼，咁你用半音哦，你就會學講，樣陶笛的寫重奏用半音寫咯，吼，你自家是去研究去鑽研，然後寫出來有本學生去試看啊，樣是按慢慢的累積到呢一下，樣寫重奏的譜，哇，所以先生你厲害，還有自家寫曲嘅哦，你還要自己編寫重奏譜啊？錯啊！譬如講，要啥去比賽嘅，有啊吼，前一名嘅該七重奏該樂譜有啊吼，該嘛係愛寫嘅啊，哦，就是講，編曲嘅部分很愛編曲，陶笛嘅編配的部分很愛編曲嘅樣嘢啦。那曲子本身是外國的曲子，我只是把它拿來，然後把它編成是我心目中想象這首曲的，該種嘅感覺樣嘢去演奏啊，哇，這咁困難呢，因為編曲咁複雜，老幾個咧，它的音域啊，它的音高啊，幾個和弦啊，幾個節奏全有關係，很厲害喲。咁厲害，這個冇簡單，係啊，冇簡單。這個錄音是突然小朋友，你們還把孩子的聲音、他的演奏，讓佢錄下來啊？錯，我卓著出版社哈，讓我同佢合作哈，要開始發行嘅流行陶笛精選。精選集啊，總共就3本那樣嘢啦。因為小朋友咧都喜歡吹時下流行的那種流行歌曲，對吧？不過市面上有動手用陶笛，為了陶笛去量身定做的那種的樂譜出來。所以我是有呢種的想法，然後讓卓著出版社呢本上合作，是出呢種的譜。呢種的樂譜出來，我有起到講。小朋友除了一般的表演以外，我覺得都在不計就一家平台，所以讓它變成是一個出版者裡面的其中一個成員，呢種嘅感覺。有幾個作品，錯，有幾個作品的該，所以呢，所以我開始挑選又興趣，然後又吹得還不錯的小朋友，就讓他加入到這個歌曲的錄音裡面，也可以做一下 demo， 就是一個所謂的導音版，叫啥噴呢種嘅呢條歌啊，你去彈過，你都會彈去用版噴，做一下參考啊，咁樣。哇！小朋友對佢來講，我學習呢陶笛嘅路上，我嘛有一隻作品，我都得留起來，後擺我可能攞咧、睇咧、攞咧，
应该都睇到拿出来不爱指出。哎呦，当沙皮哦，技巧做线上咧教大家咧弹基本的哦，吼。錯。咁前當然係講問講先生，啱係當上又好，咁係講啱係看到你喺那都會表演，同講做得訂閱你的頻道哦，喺 YouTube 有你嘅啲相關嘅表演。從那個YouTube 來的叫大成老師陶笛教室哈，大成老師陶笛教室第一個是為表你時下好流行的歌出來哈，第二有樂譜，哦動態的樂譜會呈現哈，還有我親自我是教噴的個陶笛聲的第二咧哈。幫你做一隻參考哇！像大家係收聽台新線上大成老師是做得看得到咧，今日非常感謝線上來分享吼，有機會啊 Rita 自家這個老母開陶笛拿出來，這個試看啊，好韓國送樣試看，線上用扮演教，我強下來學哦。再次希望線上按用心嘅推廣，來發展台灣嘅陶笛文化。希望線上，希望。謝謝。希望大家今日喺節目當中共下來享受陶笛嘅樂音，來認識了項樂器哦。每日想大家訂家下繼續聽林先生嚟做認同了，希望大家上來了。喜歡福喜來嚟節目嘅朋友，記得來你點讚、聽下個電視台嘅片頭，韓國愛分享出去哦，希望大家。